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苏尚卿，在《小绿和小蓝》动画第2季中为小蓝配音。首先，我并没有觉得已经过了5年这么久，但是应该没有错吧？大家说5年，那就是5年吧。我自己是觉得，就好像可能是去年，或者就是前年的事情。总之，挺熟悉的，并不会觉得陌生。特别是在拿到台词、看到画面、张口去给他演绎的这一个瞬间，就很快就感觉就回来了。并且当时我录完出来，制作方的老师们也是觉得说感觉虽然过了很久，但好像并没有觉得你的声音好像有什么样的特别大的变化，好像还是小蓝那个声音。当时的反馈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应该还比较安心吧，应该跟过去是一样的吧。看到这个问题，第一反应的是小蓝带着魔王离开魔王城，然后去到人类这边，然后过去刚好赶上他们人类的这个圣诞节，我忘了在动画中是不是叫圣诞节啊，还是叫一个别的名字，有点不记得了。但是就是这一段在这样一个祥和然后有节日的氛围里，然后魔王和小蓝也是比较放松的心情在享受这个节日，沉浸在其中。然后他们在一个餐馆里边，还有一些升温的剧情具体就不多剧透了，大家就在动画中找答案吧，应该能看到我说的这一段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。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一段，那应该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，可能就是这个升温的剧情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吧。各位久等啦，我们小绿和小蓝第2季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啦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期待这一天的到来，也祝大家观影愉快，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动画《小绿和小蓝》第2季哦，到时候见。